欢迎收听1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5章13到15节。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而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是诗篇20篇的第7节。这里说到，有人靠车，有人倚靠战车，有人倚靠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这是一个为君王要出征之前的一个祷告宣告的诗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征战得胜的关键不是这些看得见的战车和马匹，而是让他们信靠成为他们依靠的上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让人看见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个新的世代和团队，他们能够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主的仆人。你是做主的仆人呢，还是常常自己做主，然后说我是仆人？在今天的经文5章13到15节，约书亚他快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把出鞘的剑。这表达要么对方就是要跟他来战争，要来打架了，不然呢就是要来帮助他成为这个援军。约书亚就在这个时候上前问他，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那人说都不是，我来是做上主军队的统帅。就在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俯伏在地上拜他说，我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有什么吩咐？在这里，这个上主军队的统帅就对他说，把你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他的话做了。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的是，或许约书亚过去听过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故事，也就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面前，上帝呼召了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还告诉摩西说，你要脱下你的鞋，因为这里是圣地。而如今约书亚他好像跟过去他跟随那个领袖一样，再次经历到上帝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告诉他，他是有人带领的，而且这个不是人而已哦，这位带领他的是上主军队的统帅。这有几个表达这个军队不是约书亚自己在带领，而是由上帝上主他自己来带领，或许会让约书亚安心许多，但是也可能会让约书亚进入更不确定、混乱甚至痛苦当中。因为我们从约书亚记忆开始到现在，大家应该会有一种感受，上帝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带领他们，总是用他们想不到的方式，就已经很不确定了，好像遇到一些困难了，这些人这么多要怎么领导？我想这也是在这个时代，特别是这几年当中，许多领袖，许多带领团队的、带领家庭的，甚至在学校当老师的，或者是在企业当中当这个主管的，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这个时局的变化让人好难捉摸，好难有确定感。但是这时候，上帝却出来告诉这个领袖约书亚说，我来是要做上主军队的统帅，我来是要来到你的家庭来当统帅，
我来是要来到你的公司，来到你管理的部门，来到你的学校，来到你个人的生活，要成为你的统帅。上主这样向我们说话，你感觉到安心吗？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甚至有很多的焦虑呢？有一个牧师，他在过去牧会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得胜又得胜。他所带领的教会变了好多间教会，不断的植堂出来，甚至他们的教会自己推行了一个圣经的 App， 然后竟然有到今年到2021年，他们有5亿次的下载量。但是在2021年，他却说这是他牧会生涯以来最痛苦、最不确定、最感到混乱的一年，因为疫情大大的影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寻求上帝的心意，他也不断的在继续的领导这个很大的团队。透过这个过程，上帝提醒他，也让他发现一件事，就是他发现上帝透过他感受到痛苦，他感受到不确定，甚至他感受到混乱的时候，提升他的领导力，让他成为领袖。不只让他成为领袖，更是让他成全更多的领袖。他想起过去许多艰难的时刻，让他觉得痛苦的时候，当他在领导上感觉不确定的时候，甚至混乱的时候，上帝也是使用那个时候，让他不是知难而退，而是他是胜过这些艰难，是迎难而上。就在那个不确定的里面，他们过去建设了一个圣经的 App， 他们过去就在那个混乱当中，他们有更多的聚会的据点出现。也就在他做那个痛苦的决定，但是是合上帝心意的决定的时候，他自己的教会有很大的翻转跟突破。看起来好像都是他在领导，好像都是他在做决定，可是这其中其实是上帝要他去做那个他可能自己都不想要的决定，他很害怕的决定，他不愿意的决定。但是他每一次按着上帝的心意，让上帝成为这个团队，成为这个教会的统帅的时候，这一切的情况不是他想象的发展，但却也大大的突破跟超越他能想象的发展。我想透过这个见证，也再次的唤醒我们，邀请我们。或许我们在我们现在听到这个 podcast 的地方，我们是一个领袖，不过上帝邀请我们，让我们被上主军队的统帅来带领，好让我们所领导的能够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在许多痛苦的时刻，在许多混乱的焦虑当中，来经历有上帝的支持跟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
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想要自己做主，然后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但是主，你要我们真实的做主的仆人。主，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你不仅是有求必应的上帝，你更是要我们活在应许当中，而不是活在私欲里面。主，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世代兴起多位的领袖，各样的领袖。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区域当中，成为一个由你来做这个军队、这个团队的统帅，让你来做主，我们来做主的仆人。我们相信有你同在的团队，要成为一个征战得胜的团队。有你同在的团队，要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你就是荣耀的所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成为上帝军队统帅领导的领袖，也成为你所在地方的祝福。我是思谦牧师，我们下次见。